我是祥凤太鼓班的指导老师张永杰，在这边从他们完全不会，一直到目前我们可以上场表演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的表演场次也超过100场以上。我们每周二在木星市场的2楼，每周二下午2点到4点，也希望各位能来参与来玩。我们今天来介绍的，就我面前的这2种鼓，这是我们在使用的大鼓以及小鼓。这2种它的声音就差别在它的低音跟高音的一种表现。好，那我们在初阶上面在打鼓。我们如何去握住我们的鼓棒，产生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能性跟灵活性？在我们的初学者，就是在我们的鼓棒，不管是这样子握或这样子握，其实要看它的效果。那我们一般初学者，我们会底下会留一点点的空间，然后整个满握。整个用满握的方式，但是手不要抓得太紧，然后用一种腕力，用所谓的腕力去打，好，就如同是打的方向，打击的方向，好，在打击的方向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握，好，记得一个原则，鼓棒跟我们的手臂是成一直线，就如同这个样子。而不要拿成这个样子，这样在使力上面很不灵活，所以是这个模式。鼓棒的拿法，满握到大拇指一样，不是放在最上面，而是在边边满握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在大鼓上面来讲，鼓棒跟我们的手臂是成一直线，不要把鼓棒摆成这个样子的打法，非常的不灵活，而且对自己也会有约束感，产生八字形的方式。好，大鼓上面一样，它一样会有2个声音在鼓框，我们最常使用的。小鼓一样有它鼓框的一个效果，所以每一个音响出来就是由一个大鼓的鼓面声音、鼓框，小鼓的鼓面、鼓框，这些去组成我们的音响。譬如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音响效果，在一个音乐里面，当然还包括的一些所谓的强弱音。好，大鼓可以表现得比较低沉稳重，那小鼓它一样有它的在感受上面的一个差异，所以说当他们2个人去搭配，或者是分开来去敲击的话，产生另外的一些元素搭配，譬如
所以在打击的一些技巧上面来讲，就是由我们去把它编出来，所谓的强、弱、轻、重，去组成一个所谓的音乐曲子，然后包括甚至就是搭配音乐歌曲，啊，就可以产生一个很美丽，有一个画面啊的一种感觉出来。好，以上我们刚刚有对于鼓的认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示范一段所谓的大鼓。好，这是大鼓它所敲击出来的一个效果。那小鼓嘞？好，所以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声音的一个震撼，那我们都可以去做它的一个效果或者是一个搭配，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由我们祥凤太鼓班，然后做一个团体的一个合作，然后来做一个示范的一个教学，啊，那请各位再来帮我们指教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在握鼓棒的时候，手放轻松，好，用你的手腕去操控你的鼓棒，好，小声。当你小声在敲击的时候，顾名思义，手的力道不要太大，就是用小关节一个手腕的位置，它的敲击的一个高度就差不多这个样子而已。好。我们现在从打边鼓的边边，鼓皮鼓面的边边开始敲击哈，速度哈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、停。好。我们力量再大一点点，中音量的速度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刚刚在打的速度再多一点点的力道，下去啊，哈，1、2、1、2、3、4。那我们慢慢的从小声到中音量，然后慢慢的移到鼓的中心点，只到中音量而已哦。5、6、7，走。5、6、7、8，停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一般在打的节奏的中音域，这样子我们如果把力道加重或者要减轻，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伸缩，啊，一个退入或者是一个进展，把音量放大。好，那我们的速度由慢转快，慢转到快，它就是。慢的部分，我们把它放在鼓面的中心。好，慢的速度大概到6个、8个，慢慢去加快，然后加快之后，加快它的力道会比较大，那慢慢的再把声音再把它慢速下来。好，来，5、6、7。
走。好，我们由慢转快，由弱转重，转强转轻，好，就是我们在于鼓整首打曲子的时候最常利用到的一些所谓的鼓法，啊。而我们刚刚已经了解到我们握鼓棒，还有如何的施力跟我们的腕力，那我们现在把轻重音的东西，我们把它做结合，好。以4连音，右左右左，第一个音我们的右手重音，就是把它的力量打大一点，剩下的音就是轻轻的。好，我示范一次。好，就是当你的第一下重音，剩下的就是轻轻的，鼓棒不要拉起来。好，我们来试一次，4次。4连音4次，好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好，8连音，8个音，第一个重音，我们一样4次，来速度。3、4。好，速度我们把它转快一点点。好，1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试试这个速度。第一个重音4次，3、4。好，我们在这个重音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再快一点。好，试试看。好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好，把重音跟轻音再把它标示开来一点，要不然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鼓都会有一个共鸣，在若干大的一个场合里面，它的回音，当它的回音越强的时候，你的轻重音没有把它表现的区隔出来的话，它的声音就会绕在一起，你会听不出来重音在哪里。把轻重音再把它区隔出来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好，很好。那我们慢的速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看看是不是区隔的更清楚一点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好，很好。那声音是不是会更清楚一点？把曲目上面的该表现的强弱音，好，我们这个样子去把它做一个处理。好，那重音当然在
一个节奏里面，一个小节数里面，它不可能只有一个，不可能只有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以8个音，8个音为一个小节的话，我们把1跟4，1跟4是中音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右手边的是个位数，是单数，单数1、3、5、7，左手是2、4、6、8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刚刚的中音是1，是中音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尝试一个1跟2，重音就好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速度慢一点。好，来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如果我们的重音在1跟3的位置呢，同样1跟3都是单数，都在你的右手。1、2、3，记得2的位置不要把声音加大啊、哦。这个速度，3、4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变化，1跟4，用1跟4，那1是你的右手，4是你的左手。好，打出来的效果是，好，慢一点，就这个速度，慢一点，用这个速度，好，1跟4，8连音4次，3、4。在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个表现，那我们还有第2个选择，就是我们的框。我们的框，它也是属于重音哦，是属于重音。好，我们回到刚刚第1个重音，在1的位置，4连音，4连音，第1个重音在框。好，4次，这个速度就好。3、4。1跟2在我们的框，3跟4在面，4连音，4次，咔咔嘣嘣，咔咔嘣嘣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把1跟4的重音放在鼓框，剩下的在鼓面8连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是1、4、7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它单纯用1跟4就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在你的鼓面的音量尽量把它拉小，不要去抢到你重音框。声音好，框的打击尽量大一点点，那声音才会跑出来。好，就这个速度，这个速度，8连音4次，重音在1、4，8连音4次，重音在1、4，3、4。我们刚刚的重音就是比较单纯的，不是在框，就是在面，那我们现在去做一个移位的动作，那会把你刚刚的1重音或者是1、4的重音，再更加进一层的一个表现，
好，当我们在移位的时候，自然会有这个动作，前后，这个叫称为移位。移位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，就是说这个手在打的时候的力量的使出如何去，因为它鼓面跟鼓关会有一点点的落差，但是你的手会拉不上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把1、4、7、1、4、7三个音在你的框，好，速度放慢一点，要不然你在移位上面会打不到所谓的我们要的声音。当你的棒打得太过于中间，它的声音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打在鼓棒的头，它的声音是会比较尖锐，尖锐，高亢的声音，它的声音传导上会比较好，比较远一点点。所以说不要去打到。所以说在你的移位的动作上面，尽量抓精准一点，不要声音也不好听，好，到时候会被你鼓声压过去。所以1、4、7这三个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1、4、7各在你的右手、左手、右手。那把力量，重音的部分1、4、7把力量展现出来，剩下的音都在鼓面，把它弄弱一点点，不要那么的强。速度3、4、5、6，这个速度好，好，3、4。快一点，速度再快一点点，一样打4次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好，把力道，框的力道再加强一点，面的力道再弱一点点，面的力道，打出来的效果。不要把鼓面，当你的鼓面的声音大过于它的框的声音，它只是声音的变化，但是它没有一个强弱的感觉出来，啊，这个速度就好了。1、4、7，八连音4次，1、4、7重音在框，3、4。8连音1、4、7重音在你的鼓面上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变成你的鼓框的位置，声音要弱一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速度，好，一样4次，3、4。有些同学现在有一点点混乱，因为声音的不一样造成的错觉，不是你们熟不熟悉的问题，是声音的错觉。好，我们的8个音在这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们在这个移位的训练上面，我们就是要把声音往下移了。我们刚刚是往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颠倒，由上面往下跑。8个音在这里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也是往下跑。在肢体语言上面的动作不一样，包括声音的动作也算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把速度再把它放慢一点，这个速度就好，不要太快，把它打精准，主要是要打精准。好了，3、4，1、2、3、4、5、
在对于这个移位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它的困难度，是因为声音的转换。好，那如果我们都在鼓面上面去做表现，如果都在8个音都在鼓面上的表现呢，你们再试试看。来，这个速度，3、4。都一样，手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是有一个移位的动作产生音效上面的差异，所以我们会有一点点的一个错觉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8连音鼓框，147重音在面，147的重音。所以当你们在打的时候，记得你们的动作手就直接在鼓框上面，鼓框上面。因为这个是你们的基础点，只有1直接这样子下来，1直接这样下来，不要在鼓面上面，然后1打下去，2再上去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颠倒啊。鼓框8连音，147重音在鼓面，我们4次，这个速度就好，不要跑太快。3、4。那在这个移位的一个训练下，好，我们慢慢的，它的声音的一个变化，有的是在正拍，有的后半拍，会慢慢的产生那一种音效上面的差异性的一个打击方式，包括强弱音，好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把它串联起来，好，譬如。重音的都是重音的，好，4个鼓面，4个鼓框，我们这样子为一个8连音，好，我们2次，好，2次试试看，这个速度，4个鼓面，4个鼓框，然后来回2次，好，3、4。我的鼓框我要比较小，鼓面一样大。我们现在把鼓框的声音减弱，好来，3、4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颠倒，鼓框强，鼓面弱，但是还是一样由鼓面开始。好来哦，3、4。好，我们刚刚的重音、轻音，在鼓面也好，在鼓框也好，我们现在把速度把它放进去，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8个鼓面，8个框，都是一样大的，都是大的，都是强的。好，来2次就好，8个鼓面，8个框，然后再1次，然后来回2次，2个8，4个8，啊，这个速度。3、4。再把它转快一点点，1个8、2个8、3个8、4个8，就这样子，速度再把它转快一点点。3、4。再一次3、4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把它的面，我们转弱音小一点，表现出框的声音。好，一样来回，总共4个8，从面开始小声一点，面的部分小声一点。3、4。
我们今天简单的介绍两个会动的，两组会动的，一个是上下，一个是左右。好，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当我们的右手在击鼓的时候，由你的左手，好，我们以时钟来看，下端在5点钟的位置跟7点钟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慢慢的上去，把时间分配好，分配到最上面的时候是12点钟，对不对？好，1、2、3、4到5就差不多在平行面。好，那因为空间，我们就把它往前伸。好，每一只手一个八，从右手打击，左手动，然后下来换，下来换，另外一只手去动。好，我们从右手打击开始，2个八，这一个八，下来一个八，换另外一只手，上去一个八，下来一个八。好，来，这个速度就好。3、4。上下把你的鼓棒做一个在你手背上面的一个延展，让你的手臂更长，把动作更夸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既然有上下，那一定会有左右。好，我们把左右，当你的右手在打击的时候，我们以这个方式跨出你们的右脚，一样从右手开始打击。好。那方向一样，从你的肢体动作最边边的，好，我们以时钟来看，如果说这一条线这个方向是12点钟的位置，它还不到，在11点钟的位置，因为我们手没有办法完全都是直的，跟你的身体是平行线，跨第一只脚跨过去，好，1，然后慢慢绕，从这个角度一直绕到这个角度，这里已经是在你的胳背的一个极限了。好，出去是这个角度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出来的动作，一直到结束的动作，就差不多是这个宽度。然后来过去一个八，过来一个八，好，来上升。从这边开始。右脚出去，1、3、4。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展示给各位看一看。
希望今天的教学影片能带给各位一个新的尝试。那有空多练习。新闻大家喊住声，上来了。